喂，各位街坊，你有冇諗過點解煙仔貴到飛起，仲咁多人食？今日廢佬同你揭開一個殘酷真相：呢個世界最暴利嘅生意唔係賣產品，而係賣上癮。有研究整咗個排行榜啊，人類快樂因子多巴胺分泌數量最高嘅行為係咩？唔係中六合彩頭獎，而係男歡女愛550分一枝獨秀。跟住仲有還清債務、食煙、出糧、加人工、對面還錢、打機贏咗排158分。跟住係飲酒、健身、食好嘢、朋友聚會、按摩、睇完一本書、煲劇。你發現未？頭嗰幾樣幾乎全部係嗜好、上癮或者解脫。有品牌顧問一針到肉話：唔好賣產品，要賣多巴胺。你賣咖啡賣嘅唔係豆，係嗰陣醒神嘅感覺；你賣手遊賣嘅唔係畫面，係抽中稀有角色嗰下虛榮；你賣盲盒賣嘅唔係公仔，係拆開之前嗰3秒心跳加速。呢啲就係上癮模式啦。先俾個觸發你，睇到人哋抽中，行動門檻要夠低，一 click 就得。bonus 要夠隨機，唔知下次中唔中。最後要你投資課金、儲積分、打卡4部曲完美 loop。你以為自己揸緊旗，其實俾人哋揸住你條引線咯。最好笑係乜？就係大環境越差，多巴胺生意越旺。你話消費降級，錯啦。人嘅慾望唔會消失，只會換個形式釋放。你唔去 Starbucks，但買部咖啡機返屋企沖。你想要嘅係更多。你唔唱 K，但會去做 gym。你想要嘅係更好。你以為自己慳咗，其實你慳埋咗好多錢。買嘅都係同一樣嘢，開心。經濟唔好，人愈迷惘焦慮，就愈需要即時嘅快樂。你使咗錢，攞到短暫嘅 dopamine hit，然後 loop 過。呢個就係點解窮嘅時候反而使大咗嘅真相。你問我點樣唔俾人 control 到？我廢佬冇標準答案，但我會停一停問自己：我呢刻係真係需要，定係條癮嚟呢？記住，你開心，人哋發達。下次抽卡課金買冇用嘅精品之前，諗下你腦入面嗰陣 dopamine 係咪俾人 hack 咗？你最近有冇咩上癮嘢戒極都戒唔甩呢？留言自首，覺得廢佬講得啱聽就記得 share 俾親友，最後記得 like 爆同 follow 埋我廢佬。我哋下集再吹過，拜拜，下集見。廢佬廢噏又返嚟啦。喂，你知唔知最近有篇文，全球1.7億人睇過，即係地球每40人就有一個睇咗。Elon Musk 仲出8萬美金揾人寫優質長文，最後就係呢篇脫穎而出。作者 Danko 個 topic 串到爆，如何在1天之內徹底改變你的人生？唔係雞湯，係重錘。廢佬，我消化完，幫你哋濃縮成3分鐘精華。睇完你唔會再話自己堅持唔到。第一，自律係平庸者嘅幻覺。2條友戒煙，人遞煙過嚟。阿 A 話我戒緊煙，阿 B 話唔該我唔食煙㗎，你明未？ A 內心仲係煙民，只係死忍。B 身份已經係唔食煙嘅人，拒絕係本能。盧海鵬戒60年煙癮，就係同自己講我係一個從來唔食煙嘅人。所以你唔係懶，你係仲話緊俾自己聽我要堅持。你坐緊監咋？你應該話我本身就係一個嘅人，空格自己填，身份一轉，努力即變自然。第二，你唔係追夢，你係逃離緊一場噩夢。你話想財務自由，模糊到呢？但我問你，2031年一個普通星期二朝早9點鐘，你喺邊？係咪又喺嗰架逼到面都扁嘅地鐵？返緊瞓睇到化嘅工，放工碌手機睇人哋上岸，然後聽日再嚟過。呢個畫面清唔清晰，痛唔痛？呢啲叫反向願景。恐懼嘅推力永遠大過願望嘅拉力。你唔係追求發達，你係逃離緊一個你唔想再過嘅人生。第三，你唔使搏命12粒鐘，你只需要每日1粒鐘。Danko 將時間分成3類：創造、維護、修理。90%人每日忙到甩碌，都係做維護，覆 email、開會、填表。呢啲唔叫努力，呢啲叫用戰術勤奮掩蓋戰略懶惰。真正重啟人生係每人嘅1粒鐘，做創造性任務，寫篇文、拍條片、聯絡嗰個可以改變你生意嘅客，就係咁簡單。其他嘢死開啦！最後記住，你唔係成為嗰個人，你已經係嗰個人。今晚臨瞓前唔好再話我想做 YouTuber， 你要話我係 YouTuber， 只係未出片啫。聽朝起身唔好話我要早起，你話我係晨型人，鬧鐘係用嚟 confirm 時間咋。放心，2026年啱先開始，你仲有大把時間。你敢唔敢寫低2031年星期二朝早，你一定唔想見到嘅自己？記住，你係咩身份？你話事，覺得廢佬講得啱聽，就記得 share 俾親友。最後記得 like 爆同 follow 埋我廢佬。我哋下集再吹過，拜拜。各位街坊，你哋係咪成日覺得自己好勤力做嘢，但個荷包永遠都唔爭氣呢？
今日廢佬要同你講個你可能唔信嘅觀點，你窮未必係你問題，可能係因為你太強，強到個天都唔敢俾你太快發達啊！冇聽錯，我話你太強啊！最近我睇到套幾得意嘅理論，佢話其實每個人都有幅靈魂藍圖，靈魂強大嘅人都要經歷個階段叫破曉前嘅窮，即係話你要先捱過窮，個靈魂先會真正成長。好似打機要由新手村開始，冇得跳級打大佬㗎。佢話靈魂成長有5步，一係痛苦覺醒，開始覺得人生唔對路，二係睇見自己，知道長短處，๓係身體調平，健康情緒要跟得上，4係使命啟動，揾到真正想做嘢，5先係財富流入。好多人就卡喺3同4之間，個靈魂醒咗，但個身同個腦未跟上，所以錢唔係唔嚟，係你個 system 未 download 完個 update，收唔到信號咋。最抵死係佢話你根本唔係靠努力賺錢嘅靈魂類型，你係洞見型、使命型、影響力型。呢類靈魂未準備好就有錢，反而會害死你。如果你突然間中六合彩幾千萬，會唔會即刻迷失呢？古人話德不配位，就係話你未夠班處理大量財富，所以靈魂閂住個水喉，等你準備好先開閘。打個比喻，就好似細個唔會俾你玩真槍，大個先俾。錢都係強大能量，未學識運用，俾你都係炸親自己。所以話而家未發達，可能真係上天保護緊你，等你修煉好內心先啦。香港人成日話發達立品，但有幾多人發達後保持到初心呢？有錢反而令人迷失，所以未發達可能係俾時間你修煉，學識處理金錢能量。當然啦，我呢啲廢佬吹水，你信幾多自己決定。但我覺得有道理嘅係，與其怨點解未發達，不如趁呢段時間提升自己，等機會嚟嘅時候你先接得住。就好似跑馬拉松，未訓練點跑全馬啊！最後一句，你唔係缺錢，係喺度儲緊 energy。當你行上注定軌道，錢自然會嚟。今日開始，感恩擁有嘅一切，繼續努力，等宇宙覺得你 ready 啦。你覺得呢套理論有冇道理？留言話我知，記得 like 同 follow 埋我廢佬。我哋下集再吹水，拜拜。各位打工一族，有冇諗過點解你朝7晚11做到隻積咁，月底都係得個吉啊？原來諾貝爾獎研究話，80%窮人係俾人設計到窮㗎。我係廢佬啊！今日同大家講下點解咁多人點努力都係窮呢？原來有係4個睇唔到嘅陷阱鎖死咗基層人士啊！第一個係垃圾桶陷阱，即係叫你使錢喺唔等使嘅地方。你身邊有冇朋友月入1萬0 2萬，但係手機一定要最新 iPhone， 飲咖啡一定要 Starbucks 㗎？明明收入唔高，使錢仲豪過中產。其實呢啲都係資本家設計嘅心理陷阱，佢哋透過廣告洗腦，等你相信買咩就係咩階級。第二個係奶嘴陷阱，用平價娛樂麻醉你。以前係電視劇，而家係短片、手機遊戲，全部會令人上癮。有調查話，低收入人士每日睇短片時間多成個半鐘，你每日花5-6個鐘睇下 Reels， 邊有時間諗點改變命運？第三個係老鼠跑龍陷阱，即係點跑都喺返原點。好似《富爸爸窮爸爸》本書講，你搏命賺錢，然後用啲錢交更貴賬單，為找數又要更搏命做嘢。而家仲衰，好多人份人工被壓到僅僅夠生存，朝7晚11，週末加班，邊有時間學新技能先？睇下寫字樓白領，表面風光，其實同工廠女工冇分別。第4個叫肖申克陷阱，個名係嚟自美國電影《肖申克的救贖》，即係習慣被安排生活。好似前幾年高速公路取消人手收費站，有個做咗30年嘅大姐，嗌住話除咗收錢乜都唔識。最恐怖係，就算感覺到危機，都因為驚改變而留喺 comfort zone。喂，聽到呢度係咪好絕望呢？廢佬教你點破解。首先睇通資本家點賺你錢。有錢人從來唔使靠外在物品證明自己，注重資產積累多過消費。每次使錢前問自己，真係需要有實際回報，唔買會影響生活咩？其次，記住專注先係最值錢嘅能力。成功上位嘅人都有超強專注力，建議每日固定1-2個鐘，深度學習，熄手機，專心學一樣技能，1年後就有明顯分別。第三，擺脫無效勤力，養成思考習慣。好多人將忙碌當努力，但決定命運嘅係思考深度。每星期至少安排一次深度思考，檢視工作同生活，最後打破你嘅舒適圈，踏出第一步。改變永遠痛苦，但唔改變仲痛苦。可以由小事開始，學一樣新技能，識個新朋友。每次小突破都係為將來準備。記住，呢個世界有2種人，被環境改變同改變環境嘅人。前者係韭菜，後者先掌握自己命運。你哋又中咗幾多個陷阱呢？留言話我知。最後訂閱埋我廢佬，下次再同大家廢噏。拜拜。喂，你哋班友係咪成日覺得好人冇好報，壞人長命百歲？今日廢佬就要同你講，後生仔你錯啦，善有善報唔係阿媽呃你嘅童話，而係有晒科學根據嘅硬道理。牛頓、蘇格拉底呢啲神級人物都講過類似嘅嘢，但真正嚇到廢佬個心離一離嘅係英美班科學家真係走去做實驗，證實咗因果報應係 work 㗎。有研究追蹤班少年犯，發現佢哋後生嗰陣雖然龍精虎猛，但一到中年健康就插水式下跌，入院率高到嚇死人。呢個好易明，坐監生活梗係唔方健康啦。但最爆嘅係呢個，科學家發現，當你心存善念，諗啲開心嘢，
你個身體會自動分泌一種快樂神仙水，令你啲免疫細胞好似打咗仗咁嗨，病痛都驚咗你。相反，當你充滿怨恨、妒忌，諗住點樣整蠱人，你個身體就會開始分泌暗黑毒素，自己毒自己。有個黐線實驗，叫人向個冰杯度吹氣，心平氣和嗰陣，吹出嚟嘅係透明嘢，但當個人嬲到震，憎人憎到出面嗰陣，吹出嚟嘅竟然有顏色。化驗完發現，全部都係毒素。你話幾得人驚？你每鬧一次人，就等於飲咗啖毒藥。耶魯大學仲勁喎，追蹤咗7000人成9年，結果發現平時樂於助人、笑口細細嗰班，條命硬淨好多。而嗰啲孤寒、鍾意督人背脊嘅，死亡率比正常人高成2倍。2倍啊！有個教授仲深入研究，發現你對人笑一笑，講句多謝你口水入面嘅免疫力指數，即免疫球蛋白，竟然會即刻飆升。即係話你每次做好事，無論大細，都係幫自己打緊支健康針。班科學家總結咗成8個研究，得出個驚人結論：你所有嘅善良，例如讚美、原諒、幽默、尊重，其實係一種能量。你付出嘅同時，宇宙已經用緊第2種方法回報緊你，只係你唔知啫。所以話阿爺阿嫲講嘅積善之家必有餘慶，根本就係宇宙吸引物理定律。呢啲研究話我哋知一個真相。做好事最終極嘅得益者係你自己，你對人好，身體就健康啲；你對人差，就等於日日同自己灌毒藥。所以下次有人再勸你做爛好人有咩用呢？你就大聲同佢講，科學家話會長命價，吹咩？你哋有咩睇法呢？留言話我知。如果覺得廢佬今日又拆解咗個世界級謎題，記得俾個 like， 仲要即刻 follow 我廢佬廢噏。下集見，拜拜。童年陰影點樣抹走？呢個科學小貼士，或者係今年送俾你自己最好嘅禮物，帶你走入去改寫記憶嘅窗口。各位街坊大家好，又係我廢佬啊！最近我睇到一條片，講有方法可以刪除一段過往真係好想忘記嘅痛苦記憶，同大家 share 下。喺科學角度嚟講，目前只能夠喺老鼠身上做到咋，人類暫時未做到令你完全忘記嗰件事發生過。但重點就喺度，我哋其實可以做到精準刪除嗰件事帶俾你嘅負面感受嘅。即係話件事你記得，但係你唔會再感受到任何負面情緒，見到相關嘅嘢都唔會再驚，係咪好神奇呢？之前阿姆斯特丹大學做過一個研究，用普內洛爾結合記憶喚起方法，成功消除咗蜘蛛恐懼症患者嘅恐懼反應。佢哋依然記得自己曾經驚蜘蛛，但見到嗰陣完全唔會再驚。原理就係記憶覆蓋。大家以為記憶好似相片咁鎖喺夾萬入面，錯晒。記憶其實好似一份 Word 檔，平時係唯讀模式，你改變唔到。只有當你身臨其境，重新激活段記憶嗰陣，呢個 file 先會變成可編輯模式㗎。而呢個窗口期，你個腦需要合成新蛋白質嚟維持記憶。如果你喺呢個時候干擾佢，就可以修改甚至抹走依附喺記憶上面嘅情緒。點解好多人睇心理醫生傾訴童年創傷效果有限呢？因為情景唔啱。你個海馬體就好似一個 GPS， 嗰啲恐懼、憤怒係同當時嘅房間、光線甚至氣味連埋一齊，所以你一定要重返嗰個現場。嗰段神經回路先會被完全激活，個 file 先會打開。正所謂解鈴還須繫鈴人，能夠救你嘅只有你自己。操作原理其實好簡單，首先返到你細個最驚嘅角落，去回想返當時嘅無助同恐懼，咁樣修改權限就打開咗。跟住最關鍵嘅就係要強行植入一個完全相反嘅體驗，例如喺一間你曾經同人嘈過嘅餐廳，點一件你依家最中意食嘅 chocolate cake。又或者喺個曾經俾人蝦嘅地方播一首你依家最中意聽嘅 funk， 你需要用成年人強大嘅掌控感，即係你嘅前額葉去物理覆蓋嗰個片段曾經帶俾你嘅無助感，即係你嘅杏仁核。當你離開個地方，你個腦會重新 save 呢個 file， 嗰段恐懼不安嘅過往就會 delete 咗。呢個係科學研究成果，亦係送俾你嘅禮物。大家不妨喺自己接受到嘅範圍試下啦。如果你覺得今集內容幾有趣，記得俾個 like 同 share 出去。未 follow 嘅就記得 follow 埋廢佬，我哋下次再吹過。